喺3號嘅前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，此刻講係台灣最3萬嘅國際上，已經73歲嚟第3屆選總統。宋楚瑜表示，台灣做成長嘅時節，當從事客家地區嘅基礎建設，佢就係唯一一屆行遍全台灣客家鄉鎮為鄉鎮服務嘅總統候選人。禮拜5上提出5台客家主張，行個簽內客家模樣持權人做基嘅腐朽，也係為政治客家鮮明嘅認同。唐山國台灣模板變遷，三網大變江山鋼鐵。隨後衝出將士以做成長計下13萬推廣的客家本色一條高嘅，為表示依間客家鄉親本單出改善。總屬於家庭愛選總統過後，數10萬去到全台其他客家鄉鎮來拜訪，為爭取客家選票。對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講，會打造國家級台三線浪漫合作態度。總屬於講係個每將士的付出，台三線咩唔會有更明顯的發展。對蔡英文主席是浪漫的，對宋楚瑜來講是流汗的。所有台三線從台北的火車站那個地方，行政院前面一直開始，一直到屏東，整個這條台三線把它全部拓寬，逢山開路，遇水架橋。詳細講一條白題客家地區作為安多馬嘅，講到市橋鋪路，無就係睇各個蔬菜、強加地位此類水管一條基礎建設。宋楚瑜還知道清清楚楚，而因為對陳水扁到馬英九國民兩黨執政的16年研究，客家中的發展跟建設未從期末受到注意，一下連苗栗縣政府的業績都發唔出來，故所以要用5台客家主張來照顧客家鄉親。第一條就是重視客家人才，第二個呢是發揚客家的這個精神，重視客家的文化，同時呢推動客家的產業，最重要的是加強客家鄉鎮的這個建設。宋楚瑜、林瑞雄報道。先過2屆總統的宋楚瑜，先前伊嘅副手，像係黨內嘅張昭雄、跟毛黨系嘅林水雄，都係一屆人才。禮拜前來民國黨主席，同時係新竹客家子弟嘅持選人，也間伊提出要從事客家人才嘅主張，都該對同。他的選區是在新竹，這是台灣高科系的最重要的重鎮，他將來會對這方面的事情提供更多的整合和結合，讓我們可以有所謂工業4.0的台灣下一個世代、下一次的產業革命。我很感動，宋主席是如此智慧地提出合作，如果成功了，這將是台灣政治史上一次很重要的翻轉。無睇政治權力中心又是個人呢，讓我再個出來選總統咯。宋楚瑜講，其實係以欠台灣人一個情，是做個唯一一因台灣明顯的成長，韓國103組候選人當中，每一張行高嘅全台灣的客家鄉鎮市，而希望我用以豐富的行政經驗來得到韓國多位民眾的認同。台灣人不能讓下一代再在這邊苦下去。客家新聞陳永俊、賴光義、鍾一山台北報道。